Hello，大家好，我係 Holly Brown 嘅 Raymond，仲記唔記得我呢？大家有冇掛住 Holly Brown 嘅炒雪糕、藍色雲呢拿同埋 Holly Brown Coffee？其實我都好唔捨得 Holly Brown 㗎。從上年公司結業，我就而家居住響 Melbourne 澳洲，咁生活都 OK 嘅。多謝大家關心。咁好彩上年未過嚟澳洲之前呢，我嘅香港嘅鄰居就帶我去咗嘅教會大埔嘅 Baptist International Church，咁認識咗嗰邊嘅 Pastor Chris Tang，佢非常之好人，佢係絕對我一個 mentor，and 佢就算我嚟咗 Melbourne 之後，佢每個禮拜都經常同佢 WhatsApp 啊，佢好關心我，同埋每個禮拜同我做 Bible Study on Zoom。咁我可以 describe 自己係一個 born again Christian。咁點解呢一刻我開一個 channel 呢？咁其實喺 Melbourne 咧，我都認識咗一班年青人，一班大學生。咁佢哋聽到我嘅故事呢，咁其實佢哋係鼓勵我開一個 channel 嚟同大家分享我嘅經歷。同埋好多人未必知道我未開 Holly Brown 之前係做咩行業嘅。咁其實我一路係做金融，從1997年至到2010年咧，我都係響股票嘅市場度做。咁做嘅職位都算係一個高層嚟嘅。咁嗰時我係響海通國際做 Managing Director of Institutional Sales， 咁亦都響交銀國際，亦都做同一個崗位。響大福證券亦都做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啦，咁累積咗好多嘅經驗響金融嘅市場。咁經歷過香港嘅亞洲1997年嘅亞洲金融風暴啦，2000年嘅科網爆煲，同埋911嘅事件啦，同埋沙士2003年嘅沙士，同埋美國嘅2008年嘅 Subprime Property Bubble， 咁經歷過唔少風波嘅。咁亦喺呢段時間揾咗好多錢，係可以講話揾到一桶金嘅。嗰時喺金融市場揾咗咁多錢，但係年齡又覺得太早退休，咁所以就諗住係搞實業，咁所以就搞咗 Holly Brown 出嚟啦。咁雖然 Holly Brown 最後尾係要結業，但係我諗翻起的而且確，我哋係做咗好多嘢，同埋帶嚟俾我一個好好嘅回憶。嗰時我記得 Holly Brown 開張嗰時候，係第一間咖啡店係擺一個炒豆機，一部烘焙機、咖啡機喺現場度嘅。咁大家都知道香港嘅租金幾昂貴啦。咁我哋係俾緊7萬蚊澳元，即係35萬港紙一個月嘅租金。咁喺澳洲我相信如果7萬蚊你可以交6個月嘅租金啦。咁所以需要買好多杯咖啡。我哋嗰時亦請咗香港拉花冠軍第1同第3名喺度坐鎮。所以好多年青人都想入行做咖啡師，因為公司亦都俾機會佢哋學習咖啡啦，同埋鍛鍊佢哋嘅 latte art 啦。亦都資助佢哋去參加比賽，同埋我記得2011年嗰時，我帶另一隊 team 去美國 New York 度參加個 Coffee Fest Latte Art Competition。咁我哋個 barista Kim Young 係攞咗第1名嘅，佢係第一個華人攞到呢個獎項。的而且確好多叻人係從 Holly Brown 度出嚟嘅。咁仲有 Scotty Callahan 啦，2屆澳洲咖啡師冠軍。咁我係喺澳洲請佢過去香港度成家搬過去香港，幫我哋做咗2年。咁亦佢而家有自己嘅咖啡連鎖店 Fine Prince 啦，咁做得非常之成功。咁其他嘅員工亦都有啲係做咗老細，或者有啲係做緊顧問，喺個咖啡嘅 industry 度。可以講話 Holly Brown 係絕對幫助到推動嘅香港嘅精品咖啡嘅文化。亦香港呢一刻有好多好嘅咖啡店，亦都
絕對係唔會輸蝕俾 Melbourne 嘅 coffee。你可以揾到好多嘅好嘅 coffee shop 喺香港度。咁最後尾我要即係 close down Holly Brown， 咁我投資咗嘅錢係全部都冇晒嘅。咁呢個我都有同啲大學生討論呢個話題。咁即係其實如果時光倒流，我會唔會再做同一樣嘢呢？係咪一個會後悔搞咗 Holly Brown 出嚟呢？我都唔知道自己點答呢個問題。但係佢哋反為同我講就話絕對唔會後悔咯。咁呢樣嘢可能佢哋後生咁，所以咁講啦。同埋我嘅年齡，即係如果再嚟過就比較困難啦。你哋可以留言喺我 channel 同我分享翻你哋會點睇呢件事啦。即係如果係你會點做？喺 Melbourne 就多咗時間，當然我就每個禮拜參加教會啦。咁亦都會同Chris Tang 同我一齊做 Bible Study on Zoom。咁除咗咁樣，我都會睇翻啲投資嘅書同埋update 翻自己個股市嘅。的而且確過去嗰10幾年我擺低晒，因為都冇時間睇investments 或者股票，真係全部係投入喺 Holly Brown 度。咁呢刻係全部即係想盡快追翻個市場啦，跟翻個市場 update 翻自己。咁有一本書我覺得係我要極力推介俾大家嘅，咁係叫做 One Up on Wall Street。咁個作者咧就係 Peter Lynch。Peter Lynch 係 Fidelity 嘅 Fund Manager， 佢係從1977年至到1990年咧就係 run 一個 Magellan Fund for Fidelity。咁呢個基金咧係 on average return 咧每年係28%，係嗰1977至到1990年係 best performing fund in the world 嘅，係世界 number one mutual fund。咁佢係寫得比較幽默，同埋用一個好 common sense 嘅 approach 度寫啦，去點樣去揾啲投資嘅機會啦。咁所以你睇本書嗰時，你會覺得係好 entertaining 嘅，佢寫得，同埋你唔需要話要一個經濟學位先至睇得明呢本書。咁所以大家係可以不妨去 read 呢本書啦。咁其中一個 point 去point out 咧就係即係去點樣去揾啲 ten baggers。ten baggers 意思就係話啲公司有潛力係升10倍或者以上嘅。咁當然佢嘅基金 perform 得咁好，裏邊就好多去揾到好多嘅公司係 ten baggers 啦。咁令我諗翻呢一刻我呢個階段啊，如果我要再 make a comeback， 我真係要揾啲投資係要 ten baggers 或者唔止 ten baggers， 要10倍、20倍或者以上先至可以賺翻筆錢翻嚟嘅。咁有冇啲咁嘅機會咧？咁另外諗翻喺2004年嗰時有個招股嘅 luncheon presentation 喺香港。咁呢間公司我相信大家都熟悉嘅啦，個 stock code 係700騰訊。咁去完呢個 luncheon presentation 咧，聽完我就覺得哇，呢間公司係好掂啊！同埋聽Pony Ma 個 presentation 真係好犀利。咁佢即係我 IPO 嗰時就買唔到啦，咁就上咗市就買。咁我記得佢嗰時係3蚊嘅招股價，咁我5個半買咗，咁10蚊就沽咗出去，咁都賺咗錢啦。咁覺得自己都幾叻。咁當然大家都知道騰訊係升咗700倍。咁另外有一個故事就係 Richard Lee through Pacific Century Cyberworks 咧，1999年咧就買咗20% 騰訊嘅。咁因為科網爆煲嗰時咧，咁佢就沽咗出嚟俾一間南非嘅投資公司叫做 Naspers。咁如果呢一刻如果 Richard Lee 仲係持有呢個 20% 咧，佢係仲有錢佢老豆李嘉誠嘅。咁當然揾一間公司可以升700倍就好難啦，同埋
邊度可以估到預計到咁耐將來啊？係咪？咁但係我覺得10倍、20倍係絕對揾到嘅，有啲咁嘅公司嘅有潛力去升10倍、20倍或者更多嘅。咁我就今年年頭就揾到一間公司，我亦都投資咗落去。咁我覺得呢間公司係一個百年難得嘅機會。咁我響下一個 episode 啦，我就會透露俾大家聽我投資咗落邊間公司，同埋我嘅投資嘅角度係點樣，我嘅 analysis 係點樣。咁希望大家會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可以follow 我嘅 update 啦，同埋一路 follow 我嘅 journey。Until then, God bless.